顿民，耶和华要保守你，免受一切灾害。伊要保守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守你，对即时直到永远。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平安。咱做伙来荣耀咱的上帝，用欢喜的心情来学了咱的上帝。请起立来唱这首歌，起来荣耀。起来荣耀，起来荣耀，荣耀，荣耀我主耶稣。起来荣耀，荣耀。荣耀我主耶稣，做伙来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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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做伙来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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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你是大君王，你是大君王，赢过黑暗死亡，加进心灵忧伤。好愿喜乐平安，你是全能主，掌管世界万物，除去罪恶捆绑，收拾我心的我命。起来荣耀，起来荣耀，荣耀，荣耀我主耶稣。起来荣耀。荣耀，荣耀我主耶稣，做伙来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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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做伙来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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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起来荣耀，起来荣耀，荣耀荣耀我主耶稣。起来荣耀，荣耀荣耀我主耶稣，做伙来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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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做伙来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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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你是大君王，你是大君王，赢过黑暗死亡，加进心灵忧伤。好愿喜乐平安，你是全能主，掌管世界万物，除去罪恶捆绑，收拾我心的。你是大君王，你是大君王，赢过黑暗死亡。加进心灵忧伤，好愿喜乐平安。你是全能主，掌管世界万物，除去罪恶捆绑，收拾我心的我命。起来荣耀，起来荣耀，荣耀。荣耀我主耶稣，起来荣耀，荣耀，荣耀我主耶稣，做伙来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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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做伙来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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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请坐。这首歌是国语的歌，咱三个来唱这首歌。主赐福如春雨，
你是的福，如春雨，我在其中欢欣赞美你。主是的生命是泉源，在我心中更新不朽，让我们张开赞美的口，举起敬拜的手，主将赐福在我们之中，让我们献上将赞美尊荣，全都向主献上。而主将赐下主的恩典，将如春雨降下。主赐的福如春雨，你赐的福如春雨，我在其中欢喜赞美你。你是的生命是泉源，在我心中更新不朽，让我们张开赞美的口，举起赞美的手，主将赐福在我们之中，让我们献上将赞美尊荣，全都向主献上。而主将赐下主的恩典，将如春雨降下。让我们张开赞美的口，让我们张开赞美的口，举起敬拜的手，主将赐福在我们之中，让我们献上将赞美尊荣，全都向主献上。主将赐下主的恩典，将如春雨降下，将如春雨降下。感谢主上帝，在咱拄到任何代志的时，咱有伊通倚靠。求主来加添咱的信心，来跟对伊的脚步，也求主来使用咱，互咱做伊的器具，将伊的疼
分享出去。咱三个来唱这首歌，主啊，我要跟对你。你的话点我心，当我茫茫的心，带我行过人生的路。你的听点我心，当我无外靠的时，予我毋茫行落去。主啊，主啊，我要跟对你，叫我一生献予你，回应你的呼召甲听从。坚持一生无骗你，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听分享出去，你的话，你的话点我心，当我茫茫的时，带我行过人生的路。你的听点我心，你的听点我心。当我无外靠的时，让我茫行落去。主啊，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回应你的呼召甲听从，坚持一生无骗你。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求我用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听分享出去。主啊，我要跟对你。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回应你的呼召甲听从，坚持一生无骗你。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听分享出去。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听分享出去。三甲来吟圣诗，圣诗第113首，圣诗第113首，我来调起你，救赎我的主。
请起立。请大家由愿徛伫，做伙共读使徒圣经，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来受苦，顶是假死，埋葬罗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坐全能爸上帝大庭，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角来启用。启应文第18篇，上次也是诗篇第67篇，伫圣诗后面1031页。愿上帝怜悯阮，赐福互阮，通互全世界知你的旨意。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愿万国快乐，唱歌欢喜，因为你照公义审判万民。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土地有生产五谷，愿上帝赐福互阮。咱同心来祈祷，掌管宇宙万面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经过去一礼拜平安，来到圣殿
敬拜阿罗尼。过去的时间，即使有犯的过错，阮诚心悔改认罪，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赦免阮，撤销阮的过犯。求你保守出外的兄弟姊妹，保守因的脚步平安。身体有欠安的兄弟姊妹，求你亲自医治因；心内忧伤痛苦的兄弟姊妹，求你安慰因。今日是玉山新学院的奉献主日，特别为着玉山新学院的需要甲欠缺，献上阮的祈祷甲奉献。愿主亲自来祝福玉山新学院。但求你照着林牧师今日要所传讲的信息，讲明你的真理，互听甲讲的白白拢得到利益。阮将今日礼拜的时间，整个的过程对头到尾，仰慕交托伫你的手，愿你扶持带领。阮安尼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来听上帝的话，圣经记载伫《示录使徒行传》第16章第9节到第10节，和本第187页，台语汉字本第154页。《使徒行传》第16章第9节，保罗迷失看见异象。有一个马其顿人徛伫，求伊讲，请过来马其顿帮助阮。保罗已经看见异象，阮才会连边意爱要去马其顿，掠做是上帝叫阮传福音予因。以上圣经，愿上帝祝福听伊话搁去行的人。赞美，这时。请圣歌队赞美的诗歌是神圣救主耶稣。耶
正道今仔日玉山新学院因玉道牧师要为咱正道的题目是传福音的谈判，传福音的谈判。敬爱的兄弟，大家平安。非常感谢过去一年，咱对玉山神学院的贴心，伫玉山神学院的奉献主日的支持，甲神学生奖学金的奉献。我代表玉山神学院全体的师生，甲教会正社者正兄者诚心来感谢。设立玉山神学院到今仔日有74年的历史，这是咱为着原住民宣教的事工，做伙传福音的见证。为着台湾有16族的原住民的族群，有529间原住民教会的需要，咱三甲训练造就原住民的传道者。这个目标需要咱全教会甲正信徒的听心参与，才会当来达成。教会是神学教育上重要的同伴，有教会支持，原住民神学教育伫原住民传福音的历史，就有更较好的服侍甲贡献。教会甲神学院做伙培育529间原住民教会牧者，是咱启造上帝国伫台湾荣光上帝真水的见证。伫台湾宣教设立教会的过程，是真侪无同族群的人，因为上帝的疼，三甲做伙传福音的历史。伫无同的时代，侪基督徒愿意做伙来同工。引带人归信耶稣，设立基督的教会，真侪无同的族群，伫基督内面真侪合一的肢体。特别是咱设立教会了后，真重视通过神学教育来培育教会牧者，所以推动原住民的神学教育，互咱真侪原住民兄弟姊妹听福音、信耶稣的同伴，咱无分族群，拢真侪伫上帝国内面传福音的同伴。要做传福音的同伴，咱会当学习3项事。第一项，看见人的需要。使徒行传16章第9节。有讲到保罗先生伫异象内面，伊看见有一个马其顿人恳求保罗的帮助。对保罗来讲，这是上帝呼召，要互保罗看见马其顿人的需要，这也是上帝的旨意。马其顿人需要对基督的福音得到上帝的疼，甲活命毋忘。所以，马其顿人的恳求，互保罗有机会顺服圣神的引带，甲其他的使徒三甲完成上帝的工。咱看起保罗先生，伊是用信心把握机会顺服上帝的旨意，用疼心服侍无同族群的人，帮助马其顿人得到福音的恩典。对保罗来讲，看到人的需要，是基督徒真侪传福音的同伴，互人得到救的机会。这也是上帝赐予教会甲信徒听主边三甲建立上帝国的好机会。伫台湾宣教历史来看，150多年前，台湾真少人认捌上帝，但是圣神感动海外的宣教师，
因看见台湾人的需要，受差遣到台湾，将耶稣基督的福音分享给台湾人，让台湾最的人会当加做耶稣的信徒甲学生，伫台湾设立基督的教会。70多年前，伫原住民的中间，嘛是真少人认捌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圣神感动台湾基督长教会的传道前辈甲信徒，因看见原住民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为了北地中会，就设立山地部，针对10外个族群，开始传福音的事工，来引带原住民归信耶稣，设立原住民的基督教会。侪台湾教会历史的前辈，无论因是国外的宣教师，也是咱台湾教会传道的前辈，也是信徒，因拢亲像保罗先生同款，受信神来感动，看见台湾人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经过150多年的历史，和1282间的长老教会设立伫台湾每一个所在。70多年前，上帝同款感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对原住民的族群来传福音。全台湾10外个族群的原住民，大概有80%以上的人归信耶稣，设立原住民的教会。但是设立原住民教会了后，真侪原住民教会的信徒非常欠缺牧者来牧养。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看到原住民教会需要训练更较侪牧者来引带，就设立玉山神学院，推动原住民的神学教育，来专心培育原住民传道者，引带教会来牧养信徒。设立玉山神学院，对后来原住民宣教运动，甲台湾归信耶稣的历史有真大的贡献甲见证。第二项，三甲做伙同工，伫使徒行传内面，保罗甲其他的使徒，因伫传道旅行的时，常常是到还未认捌上帝的所在，三甲做伙同工。以保罗来讲，伊领受圣神的感动，伊无闪避马其顿人的恳求，伊顺服上帝的引带，甲别人做伙同工，将福音播扬到外邦的世界。保罗因入到欧洲的所在，设立教会，佮亲身推动神学教育，训练早期的欧洲教会领袖甲牧会者。咱会当讲，保罗甲其他的使徒，诚侪传福音的同伴，是用设立教会，甲推动信仰的教育。咱即马讲是神学教育，这两个方法，互初信的人会当认捌上帝国福音的真理。所以设立教会，甲推动神学教育，是上帝国宣教真重要的两项武器。对咱今仔日来讲，教会甲神学院是分享、播扬福音上好的同伴，互咱会当伫咱所徛起的所在，做伙来起造上帝国。原住民教会今仔日会当诚侪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合一的肢体，三甲做主的工，拢是上帝呼召无共族群的信徒，三甲做伙同工的见证。我是一个泰雅族的原住民，阮住伫宜兰南澳的海边。过去伫日本统治的时代，
真严格禁止原住民信耶稣。不过，有一位太鲁阁族的原住民，号做维朗达国，阮拢称呼伊是山地的保罗，因为伊伫日本时代就军队一位太鲁阁的负责人之往来信耶稣，但是这位负责人是对花莲港教会李水车传道来认捌耶稣。维朗达国，伊伫太鲁阁族群的中间传福音，伊常常受到日本警察来压迫，将伊抓来关，烧伊的头毛，将伊的身躯埋伫土骹，强迫伊来放弃耶稣基督的信仰。但是伊拢唔肯，也唔捌放弃伊的信仰，一直到日本政府离开了后，伫1946年开始，维朗达国伊就对花莲爬山行路来到宜兰南澳的所在来报道，伊大声见证耶稣是咱世间人的救主。我的父亲就是我的爸爸，伫迄阵受到大大的感动，就接受耶稣基督的信仰。真侪阮的部落第一位信耶稣的人。后来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七车中会，因开始设立山地部。当时王延士牧师，伊伫五结教会牧会时，就担任山地部的部长，开始来跨族群的原住民宣教运动。七车中会、平地教会牧师前辈、甲信徒、孙雅各牧师、甲加拿大差会的宣教师等等，因针对宜兰、南澳、甲台东两个乡有16个部落的大雅族原住民来巡回传道。后来每一个所在，拢有80%以上的人接受耶稣基督的信仰。七车中会就开始设立16间伫宜兰泰雅族的长老教会。但是虽然教会设立，却无牧师传道来牧养泰雅族的信徒，所以侪平地教会的牧师前辈，因开始伫罗东长老教会，常常安排原住民信徒造就训练会，伫受到造就的泰雅族的信徒中间，七车中会选几个人到玉山圣雅院来接受短期的圣雅教育训练。因结业了后，就分派到宜兰泰雅族的教会，带领新设立的教会，甲牧养信徒。我的老爸就是其中的一个。但是有真侪教会有缘无牧者，需要搁较侪人三甲做伙来同工，照顾侪泰雅族教会信徒。阮爸爸就将伊的3个囡仔、查甫囡仔拢献予上帝。我的父亲会安尼做，照我的妈妈讲，是因为伊伫25岁时，对维朗达国信耶稣，甲王延士牧师、孙雅各牧师、原住民早期的传道者，因用2支脚走遍所有的山区，16个部落来传福音。但是上过操劳，55岁时就得胃癌过身。迄阵我才1岁半，还未2岁。伊用20冬的时间，甲侪平地教会前辈、甲外国宣教师、甲原住民的同工，真侪传福音的同伴，三甲做伙来同工。伊过身进前，将阮3个兄弟献予上帝，是毋望有人会当继续传福音的事工。
阮的大兄捌读过台湾新学院，我的二兄叫做林庆台，就是播迄个赛德克巴莱迄个男主角，迄是我的二兄吼。伊甲我是捌读过玉山新学院，到今仔日，阮有缘继续伫原住民教会中间，诚侪传福音的同伴，从过去原住民宣教的早期，无共族群的人三甲做伙同工的见证，会当继续落去。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设立玉山新学院，有一个真大的意义，就是号召在地归信耶稣的族群起来献身，训练在地献身的信徒做耶稣的学生，三角做伴做上帝的工。伫台湾所有族群的中间，无论伫山地、都市、庄卡还是海边，拢有在地的人捧实一家，同心合一传福音。伫台湾艰苦的历史来设立教会，去做上帝国，互台湾人会当领受上帝的听，甲基督国话福音的快乐。保罗先生捌讲过，万项事拢互相效力，要叫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要三角做伙同工，就爱亲像保罗先生同款，看无家己，只有基督，荣光基督。我即摆有三个囡仔，一个伫台大的研究所，一个伫师大的音乐研究所，一个伫师大的教育学系。我是希望三个囡仔拢会当看无家己，也会当献身做上帝的工。第二个、第三个，每年都会当到新学院来读册。这是我跟阮师母真久的祈祷，因为我去新学院是国中毕业，阮爸爸去新学院是短期训练是日本教育。即马三个囡仔拢受好的教育，阮希望因会当学习保罗先生，看无家己，只有基督。74年来，玉山新学院用三角做伙同工的精神，伫原住民性教育训练的顶面，服侍529间的原住民教会到今仔日。新学生伫毕业了后，拢爱转去到山区的教会，也是都市原住民的教会来服侍上帝，甲原住民的信徒。阮训练新学生、成生，爱看见原住民的需要，把握原住民归信耶稣的机会，伫基督的听，甲希望内面学习甲正教会，诚侪上帝国的同伴。第三项，伫有需要的人的身躯听到上帝的声。伫保罗的意象内面，有人出声讲，请到马其顿帮助阮。保罗用信仰甲听心，听到人迫切需要的声，这个是咱基督徒信心的表现。当咱听到人有需要的声，互咱会当随时准备，三角做伙，为着上帝国的事工，献就咱的时间、才能、气力，互全教会信徒三角做伙同工。咱基督徒伫世间所想的、所做的、所希望的、所需要的，拢是照上帝的话来行。要照上帝的话来行，就爱学习听上帝的声。听上帝的声，是要帮助咱听人有需要的声，互咱有机会三角做伙，诚侪传福音，互人的同伴。主耶稣听人的声，是咱的模样。主耶稣听人的声，伊知影人的需要，伊毋捌拒绝人的艰苦。
主耶稣有一遍要去耶利哥城的路中，伊听到路边有一个车迷的巴底买迫切喊声，伊讲：大卫子孙，怜悯我。耶稣就问伊：你爱我，为你做什么？巴底买求讲：我要当看。耶稣应答巴底买恳求，讲：你去吧。你的信心，互你得到医治。若是有人因为困苦有需要，来到上帝面前恳求，即款恳求的声，毋是失志的声，颠倒是有信心甲勇气的声。因为因会当将人的惊吓、艰苦、困难，将伊的无教业带到上帝面前。发声，这是信心的祈祷声。特别是最孤苦、孤单、受压迫、丧乡、逃避欠安的人，咱的主耶稣，什么时阵拢愿意来听人恳求声？玉山圣阿姨伫神学生的训练、甲信仰生活的顶面、培育的顶面，真要紧的就是。训练学生学习听原住民的声，了解原住民社会的需要。特别是目前有50%以上的原住民，拢搬到山骹的城市找头路，带囡仔到城市的学校读册，伫市内过生活，因拄着真侪问题，需要咱教会甲基督徒来关心。咱总会也为着多市原住民的需要，开始伫推动多市原住民宣教的事工。咱人的艰苦声，会引带咱听着上帝的声。倒位有人有艰苦声，伫遐就是咱做伙传福音的所在。上帝欢喜，人用祈祷的声就近伊。不过伊更加期待。咱用行动就近有需要的人，用信心甲愿望，诚侪传福音的同伴，为着上帝国的事工，做伙来同工。这也是玉山圣阿姨对神学生的训练甲祈祷。感谢上帝，伫原住民归信耶稣的过程，有得到侪本地教会前辈的参与，甲教会兄弟的帮助。互原住民16个族群，当诚侪上帝国的积分，因为咱诚侪传福音的同伴，互咱有机会诚侪教会合一的肢体，这是咱教会真水的见证。毋望今仔日，咱通过对玉山圣阿姨的支持甲奉献，互教会甲圣阿姨继续做伙，统计原住民神学教育。来诚侪传福音的同伴，即马要来邀请咱来看3钟30秒今年玉山圣阿姨的一个短的报告。有一个小短片哈，没有送进来吗？好，没关系，好，没关系哈，有。
好，这短片哈，其中有一个重点，有一个重点就是即马阮有10几个缅甸、马来西亚，个印度的南洋或印度的原住民伫遐来读册，大概拢是神授班的吼，就是有对原住民神学训练都是升学硕士班的学生啦吼，有10几个，所以玉山县伊即马大概拢是真正是多元的一个学校。那接下来我要用一首台语的民谣吼来献诗吼，献唱啦吼，毋是献唱，就是讲这条歌是咱真熟悉的黄昏的故乡。有一个林道生亚洲音乐家吼，伊有将迄个歌词有一个修改吼，所以我即马用这条歌来甲咱说多谢啦吼，因为这要入境随俗，所以讲道用台语吼，也练了很久，即马用这条大家拢真熟的民谣，我用这条歌来甲咱说多谢吼，清唱就好啊。叫着我，叫着我，主爱的救主不是伫叫我，叫我一个不洁净的手，无听受苦同胞的花香。开欠马，坎占土地，甘大力小无入世。今日有时来听记着话，我主地叫我的。叫着我，叫着我，公义的救主不是伫叫我，叫我一个天国的亲切，看无家己地主旁拾根。着些工作
做着寒，主我伫这来找我。今日又是来听记着话，我主地叫我的，叫着我，叫着我，公义的救主不是伫叫我。叫我一个天国的钦差，看无家己地主밤十家，着些我工作着寒，主我伫这来找我。今日又是来听记着话，我主伫叫我的。今日又是来听记着话，我主伫叫我的。多谢。搁一遍来感谢咱教会甲列位兄听主的兄弟，常常支持玉山圣爱伊三甲做伙来训练原住民教会传道者，互原住民教会甲信徒有上帝罗卜来牧养，体验上帝满满的恩典。愿上帝赐阮祝福，通过咱诚侪传福音的同伴，继续伫台湾做真水的见证。荣光上帝，请咱同心压头祈祷。感谢上帝的恩典，互阮对你忠心的奴仆保罗，学习以顺服圣神的引带，用信心看见上帝的异象，听到人甲上帝的声，佮用具体的行动回应主赐予伊的呼召。恳求主赐予阮勇气甲气力。用心去听今仔日台湾人的心声，赐予阮有信心分享基督国我的福音，互台湾所有也未认捌主耶稣基督是活命救主的人。恳求主赐予教会伫社区做真水的服侍，用疼心关怀社区内面有需要的人。用基督的疼分享福音的好，予每一个人。恳求主怜悯玉山圣义，甲教会诚侪传福音的同伴，继续推动原住民神学教育的事工，赐予教会甲兄弟满满的疼心，支持国内国外原住民青年接受神学教育的栽培，毕业了后，互主来采用。带领原住民教会正圣徒活伫基督福音的恩典内面，伫原住民族群的中间，继续播扬耶稣基督活命的福音，利益搁较侪人。愿咱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三甲来吟圣诗，圣诗第125首，美妙主耶稣。请起立。
请坐。奉献，请林副上执事、李正的执事来施献。请起立吟奉献诗。报告，请咱大家先来读今日的金句，我读一遍，请兄姐来读两遍。所以恁既然接纳主基督耶稣，就得照安尼伫伊来行，已经定根踮伫伊，就直直受起初对神来坚固。照恁所捌受的教示，满满感谢。哥罗西书第2章6到7节，请。就着照安尼伫伊来行，已经定根踮伫伊，就直直受起初对神来坚固。照恁所捌受的教示，满满感谢。哥罗西书2章6到7节。所以恁既然接。就直直受起初对神来坚固，照恁所捌受的教示，满满感谢。哥罗西书2章6到7节。请掀开周报第1页，下周的事奉人员，请咱注意。第2页，周间的聚会，甲教育部课程，主日学的聚会，请咱家己来看。第3页，教会小组的聚会，请就近小组来参与。第4页是有关教会小组代祷的事项，请咱关心代祷。掀开第5页是顶手奉献的明细，请咱家己来看。假使有错误的，请用办公室来更正。第6页消息报告。本主日是玉山新学院奉献主日，欢迎林佑多牧师甲信金凤神学生来到本会请安分享，并且要颁发本教会所设立的新学生的奖学金。这经过小会审查通过，特别安排伫新学院的奉献主日，要来鼓励新学生
的努力甲献身，成做传道人。请兄姐特别为着玉山新行院的事工需要关心、代祷甲奉献。这时请牧师代表教会来颁发。好，等下会后吼，颁发这个新学生的奖金吼。第二项，第2场礼拜煞，要伫701会议室要召开临时董事会改选董事，请下面的这个董事出席，敬请承诺：陈祖德、吴团兴、李庆忠、于志平、陈维明、洪家富、柯中勇。第3点，中昼12点要伫701教室要召开传道部的部会，请部员出席。第4点，下午1点半要伫701教室要召开教育部的部会，请部员出席。下主日5月26，下晡12点半要伫6楼办公室召开行政部的会议，请部员出席。后主日下1点要伫701会议室召开小会，请小会员出席。教会消息，第1点，今日有公告2019年下半年度7月到12月份的行事历小组团契的聚会表，伫4楼的公报栏，请兄姐尽量去看。即使后有错误，也是要更正的，请向办公室的干事来更正。第2点，有关教会这应控学师甲训练，伫昨昏开始到6月30，截止这个时间，伫每礼拜6甲礼拜有安排这讲师甲应控的学师人员，这个教育的这个培训的部分，请这有关的同工来致意来参与。第3点是有关这个学期制的团契会长监选的部分，请伫6月底进行监选完毕。第4点是有关咱今年度2019年下季下学的招生的报告。目前招生的人数是33名咱的名额是有72名所以邀请兄姐就咱内底也有这小朋友，伫国小2年甲国中1年会当邀请因来参加咱这下季下学。教界消息，全国妇女灵修会是伫6月27甲29，地点是伫鹿港。有意向的，请向会长刘文香姊妹，也是副会长朱美玲姊妹来报名。以上报告。好，这点牧师伫举行要来竞选这个奖学金进前，牧师要来直接小可讲解咱的邢金凤新学生金凤姊妹其实阮的奖学金一定回馈去到即这个学校遐啦毋过总是伫今仔日伫这个礼拜中间，嘛要直接做一个鼓励，直接做一个鼓励。目前金凤姊妹伊是1年级我回想我摕到奖学金毋捌读到几年级才摕到，伊1年级会当随摕到，所以算讲是自学业顶悬、学识顶悬，拢真努力。咱请即个金凤姊妹会当来到咱的中间。我知影金凤姊妹伊是牧师娘，总是我有缘称呼伊或者姊妹。啥讲？因为伊未来伊就是牧师，
哦，它不是附属于谁的师母，它未来就是一个独立个体，它就是一个牧者。好，所以我意爱即马叫伊姊妹，伊未来伊就是一个牧者。好啊，一只牧师嘛要来介绍，第一个来到咱中间的一位姊妹徐义珍姐妹，徐义珍姐妹。这新妇啦吼，新妇吼，大汉新妇嘿，好，伊来刁选兄倒来到咱的中间好无？咱嘛拍鼓仔声，来大家鼓励。好，请坐，请坐。用刁选兄唔通倒刁工安尼，互阮这笑脸你啊吼，身体会赶紧好起来。好，来因为通过今仔日这个药膳生啊，伊的请安报告主任，详时咱嘛邀请到这个林玉德牧师来到咱中间，甲咱做伙聚会，嘛直接分享真好的信息。这点咱嘛小共款用普仔声来代表咱的欢迎甲感谢。毋忘记未来，咱继续为着原住民宣告，安尼不管是升学教育，还是讲是因地方教会安尼帮助，咱的教会会当继续来关心，直接来奉献。头寡迄种牧师有讲到，你是迄种泰雅族，恁敢知影头寡是头前带敬拜赞美，即位少年人8万伊啥物族？赛德克族。吼，今仔拢是用原住民甲咱服侍呢，对无？敢有要拍拍小姐？牧师本身吼是希腊雅，毋过无啥物文化的希腊雅啦，希腊雅。不过我相信在座有真侪对南部客嘛，拢是希腊雅的，对无？我记得用正义执事啦，吼，咱庆祝长老拢是希腊雅的，对无？系只是咱较无文化就是啦吼。好，最近咱会看到讲，咱教会开始有祈祷会，对无？无恁祈祷会是拢去创啥？对无啦？有祈祷会对无？啥爱有祈祷会？博玉你有那泰雅族的对无？对，伊嘛泰雅族的，爱知啦。祈祷其实就是为着咱，互咱备办心，会当来到上帝面头前，做伙来调祭上帝。有敬拜俄乐，大人拢开始有敬拜俄乐，敢有感觉欢喜？有这头棒无？总是啥要敬拜俄乐？其实就甲咱第一条唱圣诗相共款，俄乐的诗歌，用诗歌俄乐甲感谢来到上帝的面头前，对无？咱伫读诗篇的时阵，敢有读到大笔所写的祝家诗、上行诗。祝家诗就是为着备办咱家己，用俄乐的诗歌、感谢诗歌，用心灵甲形式来到上帝面头前。所以，咱一只传道部一直咧安排祈祷会、敬拜俄乐，其实是要互咱用一种更较正确、更较庄严、更较敬虔的心来到上帝面头前，做伙来敬拜上帝。毋忘咱未来当珍惜安尼的一个服侍，也是讲安尼的敬拜的一个时间，直接用心灵甲心识做伙来参与，安尼好无？好吼，后摆所以牧师娘讲，咱做伙开声的祈祷，咱才真正开声的祈祷，好无？我开喙啦，毋是开声的祈祷啦，开喙来祈祷啦，吼，开喙出声来祈祷。好，毋忘通过今仔日，不管是金凤姊妹一伫中间的即个报告，甲即个分享，也是约道牧师直接的分享，毋忘咱继续来关心原住民宣教的事工、教育事工，也是教会的事工。以上直接做补充的报告。上言圣诗第395首，至圣天父，阮感谢你。上言说，请林牧师来祝祷。
请起立。只想天父，我感谢你，受你带到你相见，心内最后在你面前，为主无悔打的世情，愿你所有我名亲你，在我心内给我归去，耶稣因爱最后模样，因抓难了因我地球。我的是山求主赐福，当我的人知我的快乐，星星映窗的光当行，恩典故事演更里面。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扶持、感动安慰，甲咱在座所有兄弟，也甲咱伫台湾同齐徛起的人，万族万民，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煞。阿免。阿门，阿门，阿门。兄弟请坐，祝歌。
电压袂倒。平安礼，即时请咱起立，彼此请安，正做团福音的同伴，愿你平安。